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月26，2022年。咱这届台湾文化论坛，而且要来举行第75周年的二八节。我是陈良光。今仔日由我伫洛杉矶来做事会，所以咱即时咱即个纪念会，二八的纪念会就要来开始。咱先为着咱失去的亲人，甲咱被压迫的台语文化，咱来默哀1分钟，咱恬静来有微心来参加这场聚会。好，咱默哀停止。接下来咱要来听这个圣诗，新圣诗604首，刺配无火烧。这首诗是由这个高俊明牧师所写，由陆伟德牧师来作曲，由何如忠女士来唱。咱即马就来放这条音乐。
忽然若愈大，咱就搁较坚信啊。这首诗是由这个郭俊明牧师二国中的时阵所写的诗，后来由这个陆伟德牧师来普及。我捌听伊分享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伊是用咱的口条歌戏做 motif 做动机啊，煞咧较用现代作曲的方法来完成这首诗。咱今仔日唱这首诗的Christine 何如江，你敢有伫现场？你敢要甲大家讲几句话？Christine，平安，大家好。呀，好，真多谢哦！我知影你最近目睭无好势，你搁为着阮录这首诗，多谢。好，咱刷落来，咱来读这个228的启英文，由我来启，伫台湾台北的语音来用。美丽台湾，上主所赐，多元文化是主意爱。1947对祖国的期待，第228换来庆祝的杀害。白色恐怖戒严令，国语政策刷落来，思想控制，语言屠杀，人民悲哀。父母语言祖先文化，儿孙毋知。加载受伤的路途，伊无压长，要花的灯火，伊无分析，一直到公义国来。主啊，求你甲阮同在。上主国度，语言平等，相亲相爱。咱齐声做来读。愿创造万美的上主，享受公义、和平、真爱的经济，互阮做伙来在。算咱请这个杨永牧师来甲咱分享伊的信息。伊的讲题是对毋甘愿到心所愿。杨永牧师请。各位线顶的兄弟好朋友吼，毋知听得到我的声无？有，真清楚。大家平安真欢喜，咱英暗的聚会我知影有袂少青年朋友做伙参加吼，这是真好的一个好消息吼。希望一代一代咱对即个台湾即个228事件的人物，以及对伊所带来迄种的启发会当传承落去吼。今年是228事件75周年咱同心伫遮组织做伙来纪念即个对台湾社会，是讲对台湾人的集体性格造成上大的创伤的一个事件。过去咱的先辈林东仪教授，伊甲228事件甲称作是 trauma，trauma 就是集体创伤集体创伤。所以我毋知影大家现阵时的心情是安怎可能有的是哀伤感，嘛有可能是愤怒生气，是有可能有其他的情绪对我来讲，伫我心头浮出来上主要的感受是毋甘愿我小甲大家分享我的背景。我是伫228事件发生以后10年出世的。我家己的直属的家族，会使讲无迄个228的受害者，是讲任何甲228的牵连一直到我读大学进前，我嘛无了解228事件。
总是伫我大学诶时阵，因为我参加中青团契，中青团契就是当时长老教会诶大专团契，所以我慢慢培养一寡社会意识，还是台湾意识。毕业了做兵无偌久，就发生美丽岛事件。因为美丽岛事件牵涉到真侪我熟悉诶人，所以我开始对美丽岛事件才开始定心入捌台湾，入捌台湾诶历史，台湾诶苦难甲悲情。我还会记得，伫1980年代诶初诶时阵，我诶小弟伊去日本出差，伊偷偷买一本王玉德诶台湾课文诶历史转来互我。迄阵迄本册是禁册，所以迄个时阵我也拄啊开始要读神学，我就开始将台湾历史甲我诶信仰体会来做一种诶结连。也对安尼，我做一个台湾人诶历史观甲身份认同，才慢慢建立起来。伫几年中间，我开始暗读王玉德、苏明、皮敏、吴浊流等等，因遮个台湾作家诶册，拢是禁册，所以开始浸伫台湾人课文诶历史经验中间，也受到相当诶冲击。伫迄个时间诶走廊诶中间，美丽岛事件就甲228事件开始结连。迄个台湾诶历史图像也慢慢对我来讲诚做真实。对安尼，对美丽岛事件所激发迄种对历史研究诶热情，就诚做我信仰诶人物以及本土认同诶一个启蒙诶经验，到今拢无改变。讲起即段我家己诶心路历程，主要是要甲大家凸显讲我为虾米会去感受到即个毋甘愿诶心情。因为一个已经经历着历史诶启蒙甲转变诶我，特别对1987年台湾诶民间团体包括我所属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开始共同发起228公义甲和平运动，一直到今，我对台湾社会现况，还是讲对即个台湾诶处境诶一种自觉，实在有感觉较失望也无奈，有时真正通讲是毋甘愿到今仔日2021年，咱咧要做伙纪念228 75周年，实在心内还阁是有迄个毋甘愿迄个心情为什么毋甘愿？其实会当讲诶代志足侪，不过我伫遮只有举2个例来说明。头一个，几年前我有机会去阿里山参加迄个族诶一个要紧诶祭典，因叫做镇祭Mayasvi，迄是因一年中间上要紧诶一个祭典。我去到迄个迪富亚社参加，迄个时阵参加诶时阵，也有其他天主教、长老教会、真耶稣教会代表，阮伫遐做伙讨论基督教诶福音甲传统文化诶关系。但是伫迄届去参加诶中间，我才头一摆经验到，即个228事件是怎样伫遮诶咱今仔日还阁真侪受害者诶家庭内底迄种诶扭曲甲伤害。可能咱拢知，阿里山诶族是所有原住民中间唯一
有参加28事件，集体参加28事件的一个族群。后来因的领导者较出名的，亲像高一生甲唐守仁，拢受到国民党政府咱讲秋后算账，用不实的罪名，甲因判死刑、枪杀。到今因的冤屈其实还未平反。总是伫迄届去参加阿里山的祭典的时阵，互我上着惊的是这维族的后代。我迄届拄着的人，主要就是高一生的大后生高英杰老师，伊是一位真出名的音乐家。伊咧甲阮做伙开会的时阵，头一摆徛起来讲话，伊就大声甲阮谢失礼，为着伊的长辈，就是伊的爸爸高一生，伫其他因的族群的人的眼中，看做是做毋着代志的人，伊就甲阮一再公开道歉。我足大，这是对我足大的冲击啊！伫我看起来，因遮人是为了台湾牺牲的，咱讲莫讲英雄啊，是台湾人的，对台湾进步甲发展真贡献的人，是真要紧的前辈。结果因的后代到今还佫带有一种真深的这种罪恶感，甲一种见笑的感受啊！我看起来，我感觉长期以来，228的受害者的后代，就若亲像安尼，被逼将即种咱讲扭曲的罪恶感，甲见笑的感受，必须要内化伫因家己的价值观内底。这样代志，互我到今也感觉真毋甘愿，因为感觉讲公义并无实现啊。到今迄个公义还未恢复。第二个例，我要甲大家分享即几工，即个台大历史系的教授周婉瑶老师，伫伊的 FB 内底有讲到，讲竟然就伫昨2月25，昨2月25，有举行一场228事件研究报告，公布30周年的回顾的检讨会，而且这是228事件纪念基金会甲228国家纪念馆所举办的。我毋知影大家有清楚这份所谓的228事件研究报告，当时是官方的报告。当时有3位学者，中央研究院学者，1位中央研究院学者，叫做赖德涵，甲西方的学者马玉蒙，甲另外1位少年学者魏国，因3个人做伙写228英文的专书，以及这份官方的报告。其实去年有1位青年学者吴俊英博士，伊有机会去读迄个国安局的档案，发现讲国安局当时有一个叫做七庭的专案这台语足歹读的伊华语讲咧浮沉专案啦，就是甲迄个土粉甲伊清互清气安尼啦甲土粉清互清气的一个专案。这个专案这个名你看就知影，就是想要暗砍过去咱台湾的这重大的政治事件安尼一个专案啦。结果这个档案，互咱看出讲，当时这3个学者其实拢是国安局安排，因去做伙完成这个报告书的。换一句来讲，今仔日已经75周年咱看历史的解释权，
历史的解说权，还阁掌握伫遐，咱看做毋对的人的手啊，实在感觉实在有够毋甘愿啊！咱知影后来有一份民间家己做的228的研究报告，但是即份呢，并无正做大家共同认定的历史真相啊！所以，我用即2个例，互咱感觉就是讲啊，实在是咱的心情会有一种毋甘愿，就是讲台湾人什么时阵才会当出头天啊？我伫遮要引用黄宗辉牧师，伊伫伊的会议录内底，伊家己讲到伊的毋甘愿，甲大家做一个分享。伊讲毋甘愿就是台湾人集体精神内底要紧的部分。即个毋甘愿一直拢伫我的心内会停留伫遐，只有等到有一天，当所有上帝照伊的形象所创造的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甲尊严，互所有人拢尊重为止，这就是咱岛内甲海外的台湾人拢惯势讲的出头天，也就是咱要将咱的愿望达成的迄天。只有当迄天来的时阵，我的毋甘愿才会当除去。黄宗辉牧师伫1980年的时阵，就讲伊心内足毋甘愿，伊毋望有一天迄个毋甘愿会当除去。到呾，毋知大家感觉心敢会甘愿？所以我今仔日甲大家分享，期待咱会毋甘愿会当搁较会当愈早会当变做是心所愿啊！心所愿，咱若在座若是有基督徒背景的人就知影，心所愿就是基督教团体所讲的阿们。阿们就是心所愿，就是咱内心上真实、期待、愿望的迄个理想的境界。所以我最后伫我时间特别到，我最后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确实其实有经验过一个心所愿的经验啦，甲大家简单做一个分享啦。这是15年前的代志。2007年的2月下旬到3月初，就是咱228事件60周年的时阵。当时加拿大有2间大学 York University 甲即个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2间大学拢有亚洲的研究中心，因邀请我去加拿大，为着228事件做一个演讲者。后来知影我要去遐演讲，所以加拿大伫 Toronto、伫 Montreal 甲伫 Ottawa 的台湾同乡会以及遐的教会团体，嘛先煞请我去遐演讲安尼吼。所以伫迄个我去到遐时阵落大雪，真迄个天气非常的歹，中间我的好朋友安尼塞车载我安尼去即几个所在演讲吼。伫6天中间，我拢总做8场的演讲。有时对台湾同乡讲台语，对遐个加拿大的学界讲英语。去到 Quebec 甲 Montreal， 我的演讲阁去用翻做法语。所以伫迄个中间真有意思，真侪语言的中间，我有机会甲228事件的新的一个传承，伫遐对因来分享。而且我伫遐甲因讲，228事件对1987年即个228公益和平运动到呾，已经有带来真大改变。台湾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国家认同甲台湾主权的意愿也愈来愈强安尼吼。而
特别我伫迄个中间，甲因讲过去228事件的解说，拢受到即个国民党甲共产党两边的扭曲。当时因拢讲台湾人受日本教育，所以是奴化，受奴化，而且讲228事件是受到共产党甲野心的分子的煽动。啊，这个解说咱今仔日知影，已经无法度通过即个历史的检验、学术的检验，所以咱今仔日知影，这是人民和平示威，结果后来拄着严重的迫害甲惨杀的一个过程。不过我感觉真有意思的，我伫迄个几工的中间，会当用咱的母语台语，用我真熟的英语，佮听到用法语翻译，看到台湾人的心声，台湾人的观点，台湾人的一种愿望，会当伫加拿大遐侪无共款的族群的面前会当表达出来。啊，真特别的是，伫迄届我去遐的时阵，2月27早起，我的好朋友就是捌来咱台湾做宣教师的即个 Michael Stanton 史麦克牧师啊，伊甲我讲，早起有一个特别的节目，你小等者，咱来听，就是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的节目，啊，我就甲伊做伙听。到9:40的时阵，迄个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CBC 的主持人，伫遐开始讲，用真严肃的声音开始讲，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纪念日，今年是228事件60周年。这个事件是台湾伫历史上一个真关键的事件。伫日本战败以后，因为来接管的中国政府，伫18个月中间腐败统治，致到台湾人悲惨的处境。台湾民众展开和平示威，无想到伫1947年3月，互2批南京派来的军队真残酷镇压，有2万名的台湾人去互屠杀。蒋介石的军队，佫特别选遐知识分子甲社会精英，甲因杀害。其中有占相当比例的受害者是长老教会信徒。这个长老教会信徒，因为加拿大甲英国长老教会的宣告，因正做社会真要紧的领导阶层。有的是牧师，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医生，结果受到屠杀的命运。40几年来，228是台湾的禁区，但是经过民间团体甲长老教会做伙拍拼，毋但起做头一个纪念碑，也推动这个追求真相的工作。今仔日228已经是台湾的国定的假日，就亲像加拿大每一年11月11日的和平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事件，加拿大这个学界佫邀请一个历史学者来遮演讲。这时我要放一段音乐给大家听结果伊就是放巴哈坎塔塔第8集，上帝做咱安全要塞。咱知影这是巴哈的坎塔塔8集内底的主题曲，就是马丁路德所写的歌。原来就是加拿大咱的台湾的同乡，这个林德福教授甲这位宣教师史麦克，因去甲电台点播这个音乐哇！我伫遐听到这个加拿大全国的这个广播电台伫遐报咱台湾228 60周年的消息，
佫用即个马丁路德的即个宗教改革的音乐来甲伊回应。哇！我感觉满心的感动。伫迄个时阵，我会当讲真头一摆感受到有一种心所愿的满足的心情啊！咱台湾人的心声，台湾人的尊严，互加拿大遮的人拢听到啊！各位兄弟，我相信恁中间也侪人甲我共款，还佫带着毋甘愿的心情。不过毋通失志，咱嘛做伙来为着心所愿来努力打拼，为着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甲尊严，为着台湾的母语甲多元的文化会当保存，为着台湾的转型正义甲出头天的理想，请咱继续来尽心尽力，愿上帝甲咱三合伫地。即时梁公兄邀请我甲咱邀请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做一个祈祷。恩典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创造阮做台湾人，互阮伫美丽台湾的乡土成长，也受了台湾母亲台湾的养饲甲润泽。虽然阮过去承担台湾历史的苦难甲悲情，总是阮也经过觉醒，愿意承担推动台湾人的尊严，保存台湾的母语，将台湾建立做正常的国家，也期待互国际社会所承认，这个真要紧会出头天的工程。恳求你赐阮智慧甲勇气，来继续努力这个代志。这个时阵，阮也特别为着 Ukraine 这个国家来祈祷。伫这几天，俄罗斯的军队已经侵略因的领土，面对外来霸权的侵略，恳求你赐因有勇气，以及为了国家的尊严来奋斗的决心，也催逼国际社会着用政治良知来回应，来积极声援支持这些受压迫的人。主啊，你是伫历史中起造公义的上帝。228已经75年，恳求你早日会使互阮的毋甘愿变做心所愿。阿免。感谢陈永文牧师的信息，愿台湾人早日出头天。咱接下来节目，咱由这个你讲过，我来听的团队来进行哈。因的主题是讲听听故事，看到228咱即摆是毋是咱来放这个节目？大家好，我是武平，我姓信，姓武平。我住伫美国的Atlanta，我来美国已经20冬啊。大家好，我是周建佑，即马住伫美国德州 Houston， 来美国自2010到即马已经12冬啊。大家好，我是吴玉金，我即马住伫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家好，我的名叫做陈湘荣，我即马住伫美国的圣雅图地区。看起来你特别实际上是今年要庆祝15周年。满37要往38过行过安尼，就鸟气啊尾，嘿，鸟气啊尾。我是1986年是解严世代，嘛算是人讲的天然毒世代。
我是1980年拄好出世的，我是姓高的。甲大家的物件捡做伙，我有咱的文稿有放伫网站，惊大家听无，有个会当读，所以网站的部分，个社交媒体负责人安尼。大家好，我是即个团队挂名的执行长。所有的执行长都是物件拢爱为大部分爱为我遮来发导甲处理。第一个部分就是咱的 podcast 的声音的部分，就是逐礼拜加减。有即个或者故事我来讲的部分，爱甲无共款的人来协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伫咧社交媒体咧做。安怎讲？视觉设计的部分，可能每一个人故事的相片，我时阵我看，感觉讲迄伤过无活泼，较无吸引力，所以想讲好安尼开始家己来画一个好啊，就是爱开时间啊，就是想讲大家看到的感觉安尼较特别一寡。你讲过我来听负责的工课有拍文稿。搁有咱字卡甲大画头的录音，搁有社交媒体的编辑，我嘛有参加。你讲过内底阮内底有一个故事，我来讲的即个单元。目前有2个故事是我负责的，有第17集周永和医师甲第26集林德富教授的2个故事。是负责伫拍文稿，嘛有就是头拄阿金讲的即个，就是故事我来讲的部分，就是我即摆有讲2个故事，就是陈定波啊，有王金泉啊，后壁当然还有别个故事，有一寡当然就是像编剧啊，叫大家入来演一寡角色安尼。好，28本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在我来看是台湾人一定爱永远爱记哩的一个日子。自我来Houston 了后，伫台湾同乡会服务，每一年的28拢是台湾人社区上重要的一个纪念日，是。嘛有即个机会，当时以前伫台湾拢无机会熟悉的一寡，嘛有28的受难者，有听过因的故事。即马来做你讲过我来听即个节目，咱本来上重要的一个咱的迄个标题，或者100个咱袂记哩的100个台湾人的故事。对，咱上重要就是要甲咱爱有咱家己台湾人的记忆，爱有遐记忆，咱才有法度知影讲以后过去犯什么错误，拄着什么状况，咱以后莫阁经历过一摆啦。所以就是你本来就是对28都有一寡了解，对啊。对，有一寡了解，但是像安尼足深入的。听每一个人的故事的时阵，迄个咱都有迄个机会，敢若转去因活的迄个时代去，敢若去感觉讲因拄着的一寡身份认同的问题，这是我咧做的时阵上定咧思考的一寡物件，因为定人会讲嘛，拢28拢敢若台湾人的代志，其实事实上毋是安尼，早期。嘛，足侪人是足伫日本时代，去互日本人甲咱看做二等的公民。对。其实足侪人对迄个中国有一个幻想，讲安尼咱爱欢迎祖国回来，但是伊毋知影，像迄个吴浊流，伊嘛是去过中国了后，才知影妄想破嘿啊，就是对伊搁转来到台湾，咱会当，就是我头仔讲的，就是去经历伊的，敢若去活咧伊生活迄个时代，会去感觉讲伊迄阵一定过了足痛苦的，伊要伫28以后，伊爱
要安怎互家己莫互掠去枪杀啊，还是掠去逮啊，还是安怎？伊要用足侪方式转弯世界，甲伊想要表达的物件，用别个方式传落去。系啊，这是伊啊，就是伊当初是足欢迎，几啊个其实咱咧做的拢是共款嘛，像即个摆的主角嘛是共款，系啊，都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对吧？个放中华民国国歌，啊，卢专精啊，系啊，对。是，所以主要是讲，互咱有即个伫咧做即个节目过程当中，就是去认捌遮个人，互咱有更较深的一种反省。啊嘛，希望讲咱的节目有更较侪人会当来听，就大家有共款的即种上基本的咱家己的个台湾人的故事，都较袂去互人带咧公共说啊。对，都是有较深的即个基础啦。有咱台湾人敢真正拢有甲228甲以后白色恐怖的遮个经验拢记起来啊。那真正有记起来，咱即马会选择敢真正是安尼，这是大家爱思考的物件。对，就是阮自细汉听的故事是遮故事，阮的想法，即马大家想法会是完全无共款的。好，所来听阿金吼，你会使甲阮讲，就是你伫做阮这个 podcast 进前敢，就是对228已经不了解啊。是我感觉伫个，因为我是互合作是天然独世代啊。我细汉的时阵嘛有读过我初中1年的时阵，阮是读认捌台湾迄个历史的教材。这是我完全无看过的物件。毋过，我敢若是第一届看。OK。毋过，不怪恁两个即摆伫听。毋过我个感觉，我的感觉是安尼，就是若是咱的教育，伊单一档尔就是你单一档读，徛伫台湾的历史去看，徛伫台湾去看台湾的历史尔，就是迄档尔。啊，刷落来，你第2档2年的时阵就是读中国，啊3年的时阵就是读世界，应该是甲即马，我毋知影即马的囡仔敢嘛也是安尼，应该是嘛是。其实我感觉若是照即个理路来讲，天然独嘛有可能变做后天统。我想要完全同意。来，请讲是安怎？就是我想要讲，我家己细汉的时阵拄着的一件代志，我感觉就是228事件对228事件到后来的白色恐怖对台湾人拢是一个，所有的台湾人拢是一个创伤。毋管你身躯边敢有亲人朋友受害，其实这件代志一直到即马拢是一个也无法度治疗的一个创伤，无法度好好治疗的创伤，因为就我家己细汉的时候，我是一个人讲的天然独世代。毋过伫个我足细汉的时阵，捌发生一件代志，互我真深的印象，就是细汉我差不多3、4岁的时阵，看着选举公报感觉趣味，我就去画选举公报顶头的人的相片。结果互厝里的大人吓惊，阻止讲，若是互人看着厝内人就会互人掠去关，就袂阁倒转来啊！即件代志已经过了30多冬啊，我到今还阁会记哩迄种惊吓，互大人吓惊迄种惊吓。所以，阮兜是世世代代拢是做事人，背景是真实单纯，嘛无人因为228直接认为228，阁有后来白色恐怖受害。毋过，就是即种甲台湾人吓到担的即个情形，我感觉是一直拢有诶。连即马我咧做 podcast， 嘛有亲戚甲我讲，你人伫美国啦，无得惊，爱我莫牵拖着台湾的亲戚，还是讲，还是讲着你家己嘛爱较细腻的，安尼甲我考劝。所以我感觉我伫即款的环境大汉，
虽然人讲咱是阮即沿的是天然独世代，天然独世代就是讲，阮甲中国无啥物接触，讲阮即沿的因为中国对阮来讲足远的，所以自然的认同台湾。毋过若是就我家己的即种成长的即个环境，佮有成长的即个经验来讲，其实天然嘅我头拄就讲，天然动物可能变做后天堂。咱的课本，咱的课本就一直甲咱讲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佮有中华，佮有中国的迄个文学，才会价值观，佮爱用遮物件来考试。咱哪有可能自然的认同台湾，就是一个南岛，佮有移民的文化，如何自然的认捌咱台湾就是一个岛国。然后，佮哪有可能认捌到228，就是岛国伫2次世界大战了后，失去民族自决的机会所拄着的失明的大屠杀。我感觉228就是外来政权为着要甲即个失明正当化，才执行的一个大屠杀，本质就是如此。若是倒转来讲，咱节目甲228的关系，佮有我家己做节目了后一个体会，其实我家己的感觉是安尼，就是假使若甲即段历史当作是一本册，228事件甲后来3月大屠杀，甲后来的白色恐怖，对即个华国时代的即个我来讲，就亲像是一本会当看会到封面。我知影讲，伊写啥物物件，就是像咱课本凊彩讲一个，简单讲一个，嘿，毋过看袂到内容。你无法度看到内容，都无回无目屎，无回无目屎。这本册，哪像互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玻璃壳咧？后来是到我读大学了后，这个中华民国的玻璃一点仔破去。我伫台文系，伫读台文系的时阵，读到甲以早课本教的无共款的史观，心肝头的迄个人讲的迄个天然独的政治才开始不义，所以外口即个中华民国的玻璃一点仔开始破去了后，我甲外口的玻璃轻轻的无说你个会擦着，迄种感觉就亲像是，也是因为华国的唯独啊。有时啊，佫会自我怀疑，迄种插着的感觉，就是有时啊，佫会自我怀疑，讲，敢真正是安尼？毋过，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开始会当看会到代志的经过，有啥物人物，伫咧发生伫迄个事件内底，无法度看到完整的内容，就感觉对事件也是无够清楚。迄阵拢是用华语咧了解迄段历史。一直到做 podcast 了后，才有一种才会欠缺的所在补转来的感觉，甚至是就是看到真实的迄当阵的迄到底迄是啥物物件对，因为阮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去了解伊的人生，佮对伊的人生发生啥物大代志去了解迄段历史。所以就若是，佮有因的即个心理的即个变化。对，阮较早拢无想过即个代志。对，就亲像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讲，感觉讲，哪像是摕着这本历史册的第一版。为什么会感觉是第一版？就是因为咱用的是台语，咱是用台语去了解过去的这段历史。就是第一手的即消息，因为资料。对，因为台语自日本时代到国民党时期，一直拢是一个抵抗殖民、抵抗强权、甲抵抗独裁的即个语言。所以头拄阿金讲的这，我嘛真有感触。其实我年纪是较大嘛，所以我无上过迄个认捌台湾，即个，敢是认捌台湾？我毋知迄个啥认捌，认捌台湾即个课程。毋过就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我就自细汉就是有听过。像228啦，啥物遮个代志，所以我感觉讲我是比，尤其是我即个回忆上的，我感觉我对遮个代志是比别人知影较济啦。毋过其实嘛无足济，我感觉就是因为阮做这 podcast 了，就是一个人去看，就是看因的故事，就会发现讲我知影的代志还是足少的。这内底的人其实有一寡，若是无做这 podcast，我嘛完全无听过因的名呢。毋过就是我做。就是遮个故事，尤其是就是我家己做诶是伫陈定波甲王金泉，
因两个人就是拢是经过即个200对因是足大诶改变嘛。啊，尤其是陈定波是一个互人互国民党反背一个人，因为伊本来伊搁唱国旗歌啊，啥物画迄图顶悬嘛是画迄国旗啊，伊就爱国中华民国啊，结果后壁伊是安尼，我感觉就是像王清泉因迄阵嘛是嘛，陈玉祥啊，因就是因就是因的即个灵魂拢互因杀死啊，毋是干那身体互人杀死，就是台湾人，因为伊是即个因的规个都台湾人的精神互人杀死，因为因本来是足相信讲即个中国还是即个国民政府来是来救阮的，结果就是因互人反背嘛，就是所以这是一款侮辱啦，尤其是。对遮个知识分子来讲，因为因伫遮个日本时代，就是伫台湾人内底，因是遮个领导的就是遮个位，毋过就是竟然因就是甲台湾人带到迄个地步去，有一寡遮个感觉啦，嘿，所以结果就是反背嘛，就是讲这个完全的失望，所以我感觉这是因的自尊拢互因杀掉。我做这了，我的感觉是安尼，嘿。这我是较早无想过，感觉就是规个台湾人，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就是自我的这个认同拢无去。即讲吼无灵魂吼，我想着两个人，一个人咱会讲着，一个人是因兜的人是即礼拜陈玉祥的亲情，就是两个有钱人吼，一个人是张超英。就是一个外官，伊老爸，叫我写伊个剧本，所以对，伊老爸吼，就是日本时代的知识分子嘛，所以伊经过228了后，因老爸就关伫房间内底，你知影吼，嘿，有一个人嘛，甲因老爸共款，就是一清瑶啦，唱歌迄个日本人。日本查某，嘿，因两姊妹仔的阿公嘛是共款哦，毋是因爸爸，毋是阿公，因爸爸对，应该是爸爸迄边。尴尬，家人的尴尬，因爸爸就是安尼，因爸爸，因为自细汉就是受日本的教育，就想讲伊是日本人，无想到战后日本人就卖台湾人啊，拢将台湾人、朝鲜人拢总送转去，伊转来台湾了后，佮经过228几个人，因拢有互国民党掠去，所以因为因较有钱，所以因会当转来。因无就是嘿摕钱互国民党转来，但是转来规个人都无灵魂啊，就。规工就关伫因房间内吧，嘿，两个拢安尼，是因拢迄当阵拢都少年的，无，佮有做侪梦想，做侪代志会当。对，可能对我讲佮较少年有诶，对无？嘿，对啊。40岁也是，未40，嘿，像正伊人，嘿，比诶对，即做人较老人，佮比我较少年，对啊，所以就是遐尼少年的即个年纪，都已经无梦想啊。我感觉伊嘛是错乱啦，就是讲到底啥物物件才是会使相信的，对无？就是你原来遐尼相信的物件，结果伊甲你拍甲涂骹流血安尼，就是爬袂起来。所以就是我感觉这是台湾人爱知影的。多谢你讲过即个团队为咱做即个遮好诶 guest 哈。我知影恁安尼有啦，逐个人恁拢有在场啦吼。敢会当咱来说一下吼。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所办的即个228纪念会，有一个特色啦吼，就是讲有真侪少年人诶参与啦吼。第二就是讲，咱足草根啦吼，咱无请迄个政府官员、迄个大官号来参加啦吼。第三特色就是讲，来参加即个会吼，咱毋免惊讲啥物会有啥物款的语言，咱就是一定是咱的本土语言吼，还是
台湾话、客话，也是原住民语啊。赞成牧师开麦讲一个。我毋是牧师，我毋是牧师。老师啊，正贤老师，我是师啦，差一字尔尔。嘿，哦，真感谢恁的团队啊，让你指导这少年人吼，来制作这 podcast。啊，莫客气，迄个阮接到即个使命吼，啊，阮感觉讲75周年吼，就是西洋的3个 quarters。是足重要的一个纪念的日子啦吼，啊，阮拢伫讲古吼，啊，讲古讲100个故事，啊，阮即摆差不多有讲到准备到第60个故事，啊，发表出去是20几个故事吼。后礼拜要讲林德夫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啊，拢互阮足感动的，啊，感觉遮尔优秀的台湾人啊，为着台湾伫拍拼吼，啊。敢讲，身为一个台湾人是一个骄傲啦。啊，我伫骄傲中嘛有感觉到有迄个悲伤啦吼，就是家己还无出头天的时间吼。啊，伫遮有找到一寡力量啦吼，啊，就是一直想要甲即个文化、甲即个语言吼，会使甲传落去安尼。啊，即个少年家吼，拢是安尼有真大感触吼，啊嘛足愿意要投入即个工课吼。啊，因一工吼，我有1点钟久是属于家己的时间吼，啊，会使想迄1点钟是要休困的时间，啊，即个少年拢奉献出来，拢要为着即个故事吼，100个故事伫做拍拼，啊，每一摆拢互我足感动，啊，看我当野线的时阵吼，啊，伫找资料找无吼，啊，人真想要放弃的时阵，啊，看到少年家遮尔拍拼，目睭白金金在等新的故事出来，互我搁较大的勇气吼。真感谢。咱人甲这少年家甲拍一个抱仔一个，好无？甲这抱仔一个啊。好，安尼说落来吼，咱来听一个即个伫美国第3代吼，就是美国的一个家庭，看一个台湾阿嬷吼，安怎来传唱228的故事。啊，说来，较来请即个。罗伊德牧师来简单1、2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伊即个创作圣诗604首即个音乐的动机。好，来，请来放即首歌。228是台湾的最强。
这首诗行曲是这个林心地博士所写的有收录伫台湾人的这个节日的童谣。林心地伊是读这个心理儿童心理发展学伊捌做，伊摕到博士学位了，台湾大学有要请伊去做教授，结局因为乌名单袂当倒去。所以说，加留伫海外流浪10几冬，伫同时阵，伊也捌做过台湾公论报诶，即个伫遐咧做志工、做编辑伊也捌做过即个，转去台湾了，伊伫即个台南诶新楼幼稚园做过园长好，刷来咱请即个罗牧师来甲恁讲几句话我OK， 真多谢梁光兄安尼遮尔努力，甲大家安尼伫美国为着台湾话安尼讲努力，我真感动啦听到少年人讲台湾话，我真欢喜关于即个604首，郭祖明牧师所写的讲刺皮火火烧到真厉害，首诗伊是伫咧感觉的中间写的虽讲真简单的歌词，总是内面有足深的意义伊伫封关的时阵，我迄阵还搁伫美国咧读册，到我1985年，我才头一摆转来的时阵的头一日，我去首诗专早就看到毋过我转来头一日，我就是用迄首诗的歌词来作曲。我作曲的时阵，就是讲，迄个台湾人受害伫艰苦的中间，要甲即个环境来争夺来拍拼者，要安怎样来表达迄款的精神？所以我就想到咱台湾较早有即款口条咱知影咱台湾较早较封建时代，足侪富人人拢安尼，互大家大官是派款台还是新妇互派款台迄个时阵因就唱即款口条将所有的艰苦的迄个心肝唱出来，安尼哭出来了后，哪像淡薄仔得到快乐。我感觉讲，即个要讲即个刺皮火火烧，总是无烧去。迄款的我感觉就是哪像若用口条来表达的时阵，会当表达即款的精神。所以我就会照口条的头一句：刺皮火火烧，烧到真厉害。这口条毋过我毋是要用一条口条对头唱到尾，都爱改变。所以后壁总是无烧去，伫遐开始就是真大的变化。所以这就是我真简单努力用音乐在做神学甲信仰表达的方法。咱毋是干那转去过去咧讲种古早的台湾的文化，咱是摕台湾的文化的精神摕来，佮甲定新甲创作，食做一条新的歌。所以本来是受难的歌，即马变做一个梦的歌。因为安怎后壁讲春天一个到，伊一个开个春天一个到，因就搁开花。春天米天米索拉上面甲米啦啦都倒变，所以这对神学上来看，这就是一个改变。有迄个信仰，耶稣基督徒咧讲，耶稣基督互咱迄款的性命，迄款的梦，就是春天一个到，就搁才开花。所以这首诗要表达迄个歌词的意义、上顶的意义。将咱真简单悲哀的歌唱到上落尾，变做有快乐，变做讲咱着爱勇敢。同款迄个歌唱较紧、较有力的时阵，全变做足大的快乐。所以我是讲，通过这首真简单的诗，要表达台湾人的信仰毋茫安尼会当，互较侪人开始了解、尊重，是爱咱台湾的文化，毋若安尼。搁甲换新，变做新的现代文化，这就是讲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表现的方法。多谢，我简单讲安尼就好。感谢罗牧师的分享
若毋捌伊诶人，咱就去看即个长老教会2009年诶新圣诗吼，这是由伊来主编。啊，即本圣诗吼真特别，有25%诶，即个歌和词吼是咱台湾人所创作诶啊，伫迄内底毋若干那讲音乐伊是安尼脱出即个古早迄种古圣诗，由即个欧美音乐有100-200当前欧美音乐为主诶迄种音乐，转转来用即个台湾本土第三世界诶音乐做主所以通讲是咱全世界即个普世教会上多元上有本土化精神诶一本圣诗内底伊迄是台语汉字和白话字互相对照所以是假使你若毋是基督徒，嘛真有参考诶价值所以好，安尼感谢罗牧师。多谢大家的努力。要有台湾话上好，就是唱圣诗，伊内面有汉字，佮有白话字，佮甲你注第几音，所以你袂毋对。希望恁会多多利用，多谢。多谢罗牧师搁倒来咱有要请一位即个少年的即个心理咨询师啦要来甲咱即个分享一个主题伊要讲是为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语言菩萨伊有甲咱录做即个甲咱录影所以咱即摆就来放即段影片。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今仔日有机会来甲大家分享即个为心理学的观点看语言的图杀，真欢喜因为时间无济，所以咱紧开始。心理学的观点来测字，语言图杀有三个观点我今仔日敢若有时间讲到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啥物呢？自我认同呢的过程当中咱会问一寡问题，比如讲咱是谁咱上要伊的是啥物代志，咱是安怎会要伊遮个代志咱家己的位置是啥物？伫个家庭内底伫个即个家族内底，也是讲伫社会内底，伫这国家内底，咱的位置到底伫倒位？咱安怎变做今仔日的咱？咱未来要安怎？要创啥？若有法度回答以上的问题，可能最后有家己的思考甲意见，甲较早的比咱的时大人，不管是老师、爸母，是顶师，有无相共的意见，这个就是因讲的，讲是反抗。好，若自我认同过程当中呢，若是顺利呢，一个人就我都整合伊家己的经验甲思考，有家己的目标会形成反抗拄则讲过，会当有独立的行动。若发展的过程无顺利，一个人一世人可能无家己的目标，嘛毋知家己要去倒位。人讲啥就啥，有人讲就是好骗歹教无自信感觉家己无重要无资格要会当得到啥物，无才调表达伊家己的意见若语言图杀最当时开始的咱大家当看到即张报纸即张报纸是中国35年，咱知影历史的人就知影讲中华民国35年其实还未来到台湾，伊讲政府上要紧的任务就是爱互台胞中国化咱看即个报纸就知影讲，其实台湾人就毋是中国人，所以才需要甲台胞中国化。若是中国人，就毋免中国化，敢毋是咧？好，咱大家刷落去看觅。所以咱台湾人，因中华民国政府到底要安怎互台湾人中国化？互台湾人无法度搁再思考讲家己是台湾人。第一就是伫学校内底。甲咱侮辱嘛就是咱讲咱的囡仔若讲台语，就无法度，佮受到各种侮辱限水配处罚挂高牌种种的侮辱种种的侮辱，就无法度
这个母育会甲这个无好诶经验牵连做伙，以后囡仔要讲台语诶机会就诚少。啊，毋过伊是大人是讲台语诶哦，吼，所以可能无法度认同家己诶父母。过来就是无法度学知识，吼，敢若用台语人无法度学知识，嘛无法度伫这个社会徛起，吼，甚至连电视诶娱乐，各种诶娱乐你嘛无法度做，吼，有人因为毋捌中国语，吼，食着有毒诶物件死去，即就是因为语言诶关系会压迫佮迫害，吼，咱诶受大人，就1942年出世了后，差不多是战后去上小学诶即代，已经全部拢是用中国语啊。这是大人一世人当中，伊也无法度搁再学新诶语言诶话，伊就真正是无法度伫即个社会找着伊家己。吼，等伊老啊，甚至中华民国政府又搁规定来咱台湾照顾遮诶，就是破病诶士大人。必须爱讲中国语才会当来，毋免学台语。所以咱诶士大人一世人，伊拢无法度伫即个社会找着伊家己，吼。所以咱会当知影讲咱士大人，可能足侪拢听戏啊，买一寡药啊，咱可能会淡薄仔足生气诶，讲即种物件他会当食，吼。毋过咱有想过无？就即个社会无互，即个国家，即个社会无互伊有台语去。娱乐去认知识去看世界诶机会，所以伊若无听戏啊，请问伊当创啥？伊若无买药啊，伊会当伫倒位找着伊家己熟悉诶物件，完全是无法度诶。甚至咱诶戏剧内底，若是真正有迄个讲台语诶角色，其实拢是，比如讲散食人啊，还是讲犯罪人啊，还是无水准诶人，才会去讲台语。所以整个诶体制诶压迫。致使了，其实咱诶时代嘛，无法度认同伊家己，所以虽然怎因外头明明家己讲台语较流利，外头家己诶孙仔讲，就拢讲中国语咧。虽然是无啥顺诶中国语，伊嘛是要讲中国语。好，安尼造成遮诶因为认同诶过程无啥顺利，所以有一寡思考诶混乱。咱遮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咱举两个例就好。比如讲，咱无法度认清家己嘛是受害者，掠做家己嘛是迫害原住民。毋过咱敢是迫害原住民诶人，咱嘛是受害者呢？咱敢是汉人？咱敢是华人？大家若知影想要知影更较详细，当去 Google 就是2000万诶台湾人爱饲4000万人诶花侨，花侨敢是台湾人？大家当思考看觅，想看觅。你看咱台湾诶少年人，看到香港遐尼悲惨，会晓可怜别人，毋过无想到家己过去台湾过去，然后中国人屠杀甲搁较凄惨呢。这表示其实伫咧少年家诶思考当中，根本都无台湾为做主体性诶历史记忆。咱无家己诶志气。袂记得咱1949年以后战后。嘛去用屠杀，搁较凄惨，咱嘛袂，搁有诶是大人，甚至是因为中国旅行费足俗诶，所以去中国佚佗。正常敢会安尼？正常诶国家敢会去摕钱去家己诶，感觉应该是家己诶德国去遐佚佗。搁有人讲台语足好，因为台语会当吟汉诗，台语会当读文言文，因为台语是古音。咱无甲中国牵连做伙，就无法度做台湾人会款所以咱尾后咱要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咱拢是中华民族吗？敢是？即马中国上新的统战已经无法度统战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所以上新的统战就是至少爱统战台湾人是中华民族。敢是？若毋是，咱是啥？咱会当家己想看觅过来就是。语言诶屠杀早就开始啊！我个人意见是伫咧清国时代就开始，为汉学啊，为科举制度去引请诶有钱人会当就是讨一个官来做。虽然这个官有做无做，薪水也无无正港诶薪水，毋过做一个官敢若较正影。对迄阵开始，
可能有足侪人，若是有淡薄仔钱，就会送家己诶事实，去遮会汉学啊，了了啊，家己诶语言煞袂记起，因为讲这个语言敢若较敖，吼，官做官诶有官做官诶人讲诶语言敢若较敖啊，吼，啊，毋过战后当然是搁较恐怖诶，头树头安尼头互死，甲咱台语头互死吼。那上重要，我想要讲两项，就是一项就是救国团吼，就是蒋经国做头一任主任诶即个救国团吼，伊诶全名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安尼大家会知影讲，即个救国是对一个国，啊，到当还佫存在哦吼。啊，张老师呢是救国团下骹诶单位吼，即马你听起来敢若是会当接受即个青少年敲电话去透放家己诶心声。救国团属于迄个张老师属于救国团诶下骹，啊，毋过救国团属于对一个部门，大家敢知影？吼，其实是国防部，吼，所以咱会当讲，张老师就是属于国防部，吼，伊引进头一摆引进即个心理学入来台湾，并毋是为着要透放少年人诶心声，伊是为着要控制，了解因咧想啥，想要控制。吼，大家敢知影即个代志吼？真少人会当知影。过来就是较好诶发展，就是遮少年人，因为家己有手机啊，有网络啊，根本就无法度像较早安尼戆戆啊去用，就是牵咧行。所以2015年，马英九要落来进前，伊要挑工要甲即个要甲即个中国诶课纲吼，要引入去咱诶学校内底。啊，毋过即个高中生、大学生起来反抗，甚至有国中生哦起来反抗，起来反抗到处大家办活动，像学生家己办活动，邀请即个老师历史老师入去学校演讲，其实这是一个真成功诶活动因为引起了即个社会足侪人诶注意，让大家到少年诶才知影讲历史诶观点是偌重要。毋是有读册就好，是咱读册开始思考，咱读册到底是啥物款册？所以2021年，咱废除，就是咱诶高中生要读大学，废除了即个国文科诶即个考试，啊，毋过国家考试抑佫有足侪拢是读中国文，所以咱会当继续甲注意啊，过来就是咱会当做啥物就是自咱家己开始，咱会当做啥物咱有望啊，因为足侪人有了解讲历史观点真重要，所以咱又开始头一爱做诶，就是安尼讲出咱过去洪武族诶经验，其实讲即种代志，比如讲我头拄仔讲可能2-3句就讲过去啊，毋过我相信足侪足侪先进伫咧较早你读册诶时阵，有无共款诶环境，无共款诶迄个，恁受到迄种。武族对恁心内即个影响是偌大，对恁心内创伤是偌大。伫咧日后恁要想要开始搁重新讲台语诶时阵，敢会受到过去遐个代志？我相信这个人诶经验一定是无共款诶，就是咱需要互咱诶少年知影，少年人知影讲，咱时势知影讲，咱过去，咱即摆会当自由，会当投票，是恁较早老岁老弟。安尼行过来，是恁替咱争取诶，所以咱一定要甲这个经验流传落去，写落来讲出来，拢好，上好是当写落来，因为大家用看诶都会当知影，过来就是去做台湾文化诶注释，就是爱台湾行用台语解说知识，用台语写一寡就是。专门诶知识，互大家了解，互咱诶台语人、台语诶囡仔会当用台语学家己诶知识，毋免用中国人诶观点去看这个世界，用咱台语人诶观点去看这个世界。过来就是家己诶历史家己写，就个人诶自传啊，也是讲家族史啊，也是讲你要讲恁社区诶故事，也是讲你拄着诶代志，这种是历史诶一部分，咱家己来建造。咱家己来维护权讨转来，过来上尾啊，咱会当做诶基本诶，就是家己诶台语家己讲，
一个人开始讲台语，去影响，无讲你影响5个人嘛，开始讲台语，这5个人搁去影响5个人，安尼你一个人变做你影响25个人，咱的台语豆豆找倒转来，嘛会当去了解咱的时大人到底较早是安怎去互伫个学校内底，去受到遮个侮辱，互因有法度对家己的事实用因家己的熟悉的语言，讲出来，多谢大家，我今日讲到遮。多谢卡拉用即个心理学的观点来咧讲咱台湾的遮个语言问题。其实我听了会感觉讲，台湾若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咱的政府应该爱用即个心理学来治疗咱这集体的创伤。面对这228遮尔大的集体的创伤的时阵，咱爱需要较侪心理学家来做咱群体的心理治疗。感谢即个卡拉安尼用即个一个少年人较少年一辈的角度来看刷落来，咱要来进入咱今仔日即个主题今仔日咱即个纪念会的主题，咱的主题是为悲情记忆到台湾精神咱即个节目由即个单位就是吴景如医师来主讲，刷落去咱有邀请5位少年人来做回应。好，无咱即摆咱就来放即块影片。大先，我来讲一则故事。这则故事伫228的时发生，一摆搁一摆。一个20多岁的查某人，迄天因翁为厝里出门了，就失踪，无人搁看，四界找无人。1礼拜后，伊的厝边来甲伊报，讲因翁的身尸，互人找着啊，等伫市外的沟仔底，伊赶紧撞去认尸，啥啥都是因翁的。为迄个时阵开始，伊的一生就安尼对因翁的挥无去啊。75年后，即摆伊若是还在世，应该是要活100岁。这75年来，伊的日子是安怎过？伊的感情生做啥物款？伊悲情的记忆敢还有伫咧？咱逐当纪念228，就是爱要知影遮个代志，要保留遮个记忆，毋愿放无去。一位无辜的查某人，经过228的暴力、惊吓、恐怖、悲情、无奈，到失望，伊无声音，无朋友，无人通甲伊安慰、保护。剩落来一丝丝的气力，就是拒绝、绝望、拒绝放弃，命坚久咧，一定要甲囡仔请大汉，留一个希望。这个查某人，咱
无伊诶名，暂时甲伊叫做台湾阿母。咱有济济无名诶台湾阿母。我读台湾大学诶时，就捌一位即款诶台湾阿母。因翁伫28诶时，互人拖去枪杀，家己一个人请5个查某囝大汉，5个拢读台湾大学医学院，4个读医科，1个读药剂科，1个读医科诶，甲我同窗同届。当75年后，3、4代的人过了，咱台湾客观的条件已经改变真侪。台湾经过228戒严令、白色恐怖、戒严到民主选举，即摆台湾人会使选总统、美总统，自由出国旅行、留学、做生意，享受健保。因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因的安全受国家甲军队的保护。咱有上届发展的资讯、一流的科技、先进的制造工业，咱嘛有济济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搁较有现代文明社会的国民，所以你可能会讲，台湾已经行离开228的乌影。总是我要讲，咱也袂，因为我mở开目睭看，伫台湾也袂少人，不管是上空上芳，后部一大堆，想要恢复因古早的特权，古早甲咱阿伯欺诈。白色的特权，毋若安尼，每一回中国的军机为台湾海峡迄边飞过来时，我看会到另外一个228的乌影，一大片红色的灾难的阴影。这两个威胁，一个国内，一个国外，合起来，不时想要甲咱的安全、民主、甲自由抢无去。228的伤，除了看会到的肉体的伤以外，搁较有看袂到的心灵的伤害。咱互人挂开的心灵的空喙，到单也袂合起来。今仔日咱有济济一流的成就，真济国外的朋友学了台湾是近代的奇迹，也嘛有济济国际的
台湾专家学者，因根据经济的实力、科技、教育、人口种种的条件来分析，认定台湾是一个中等的强国，毋是一个小小的三等国家。这个客观的现实，咱虽然有看到，毋过也有人毋敢肯定。为什么？因为咱欠自信甲尊严，咱的国家互人打压，咱的文化互人偷换去，等伫涂骹做，咱的语言伫228的时，互人挂喙齿，愈来愈弱。强要绝去，咱抑阁是行袂着一定的人。其实自信应该是一定的国民的品质。所以，咱每年纪念228，伫咱心内，除了保守悲情的记忆以外，需要搁踏一步出去，伫悲情的苦苦仔外，下一个决心，亲像无名的台湾阿母，因用勇气、自信、甲智慧来治疗228的伤，做心灵的复健。这则228的故事，为台湾阿母一粒悲情的种子开始，经过75冬，搁再生，搁活长骨，真正是台湾生命的奇迹。毋过，请大家期待。等到有一天，悲情的记忆会开台湾精神的花，结台湾精神的果子的时，迄个时阵，这则228的故事，台湾阿母的故事，才算作是规篇完结，因为台湾已经行离开228的黑影。感谢单位为咱录这段影哈。我知影你嘛有在场，你敢要甲大家来说出一下？你甲麦克拍开好无？我感觉讲咱台湾精神就是啥物款？毋甘愿、毋肯放弃，咱要做世界一等的国民。但是你敢有伫遐要甲大家说出一下无？嘿，多谢龙公兄。我要讲的已经伫录影都讲过但是我今仔真甘心，因为75岁以上的人应该是咱台湾人最后一代亲身经验到228的一代人。今仔日看到，阮是少数，阮算做
像讲伫台湾的公车顶面坐博爱位的人，这吼就是台湾的希望。多谢。好，感谢。好，接来咱来听即个伫即个德国愈伫德国诶即个威廉伊来做回应。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威廉，住伫德国。我听到陈瑞老师咧讲228的想法甲感想，迄个影片了后呢，心内感觉真感动。看到陈瑞老师，就互我想到我的五姐啊，伊过去是一个政治犯，伫咧白色恐怖的时代，伊向关过5年8个月。以前踮咧台湾的时阵，我拢毋敢问伊，嘛感觉即件代志足见效的，我嘛感觉足惊的。尾仔我来到德国了后，我有拄着阮遮的乌名单的前辈，尾仔才知影讲台湾的历史是遮尔悲惨。我转去台湾了后，我就提起勇气来问伊过去伊发生啥物代志，伊足欢喜讲。伊踮咧，阮的即个岁辈，即个子孙辈内底呢，有人会使问伊过去发生的代志。伊甲我讲，咱的台湾囡仔甲德国还是韩国的囡仔，哪会拢足无共的？德国甲韩国囡仔拢会去问因的前辈，互因想要知影讲过去发生啥物代志，啥咱台湾的囡仔拢无要知影咱台湾过去发生的代志。自从我知影伊讲的即个故事了后，我住德国，我就想要将咱台湾的故事，互世界人来知影。所以我就写了即本册，用德文来写。即本册的名叫做《我踮咧台湾的阿叔》，我后壁迄个幅图嘛是伊画，伊过去伫咧家内底时阵，家己学安怎画，这个图就是送我的。即摆我是要甲大家讲，咱台湾的囡仔，希望因会使伫咧厝的时阵也听到前辈还是年纪较大的人伫咧讲厝里讲228的时阵啊，土地无去啊，还是讲因的人无去啊。我希望咱的少年囡仔会使去问因的长辈，知影讲咱台湾家己的历史，安尼咱家己。会活了，搁较坚强，搁较骄傲，有咱台湾家己的灵魂，才有法度来享受咱今仔日珍贵的民主。咱要甲世界的人讲，咱台湾的民主，毋是对天顶落落来的礼物，迄是咱侪的长辈，因用因的青春甲血换过来。感谢威廉的分享。威廉，你即摆敢有伫现场？我有伫咧现场。你有人伫对位伫德国哈？嘿，我即摆人伫德国。好，阮讲来说一个好，感谢你。你即本册，你写即本册是用德文写的嘛？我伫台湾的阿叔是伫迄个德国出版的，还是伫台湾出版？喺德國出版。伫德國出版哈。好，安尼。我这伊才有一幅图嘛，是阮儿子2013年的时候画吧，嘿，应该是。呀，哇，这是真有才情的。嘿，伊是要讲咱台湾阁袂脱离咱殖民的统治啦。迄当阵佫马英九政府咧执权的时阵啦，嘿。毋过即摆拢嘛是佫要加强啊。好，感谢你咱第二位要来回应的是一个旅法的一个画家伊伫德国，伊伫法国，伫法国遐伊的漫画真有成就，嘛受到台湾人甲伫法国的遮的艺术界真受欢迎。好，伊有为咱先录一个影片无咱即摆就来放了后，较请伊来甲咱来说一下。好，请。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丽珍，住伫法国的台湾籍的漫画创作者。今仔日真荣幸
会使伫遮伫75周年228大屠杀即个纪念日的时阵呢，来写一张批，互林木生博士，伊伫228的时阵失踪，到即马阁无人找到伊的尸体。林博士你好，我是阿青。我1990年的时阵有机会去读台大，我读的是历史系。历史系本身就是进前你咧食头路的文学院遐，毋过迄个时阵伫文学院，我无看到讲有纪念你的即个事迹。你消息，你伫1947年的时阵228，互人带走失踪，安尼迄个代志。迄个时阵伫台大文学院无安尼纪念牌。毋过1990年的时阵，我真正嘛是真好运，就有通开始豆豆仔带你来补读我无读过的即个228台湾的历史、白色恐怖等等。或就是安尼，我较了解讲，原来伫即个台大文学院，也是讲伫台大医学院其他，也是别个学校、别个所在，有足侪像你安尼的人，为着台湾想要奉献，结果就安尼去互国民党政权、独裁政权安尼甲你消失，甲你失踪，互你找无人，互你无办法发展。好佳在，因为有迄个学者、有研究者安尼历史，较会使留落来。2020年的时阵，我有机会开始学台语，我开始学白话字。学着白话字了后，较知影讲，哇，原来1947年就失踪，无人无找到的即个林博士，其实你有写介侪物件，你有写小说，你有写戏出，啊，你嘛有咧想讲日语甲迄个英语内底即新词要用台语安怎讲咧？你对美国倒来，毋过你毋是拄仔咧想讲啊，家己安尼做咧头路尔，你嘛有想讲要来介绍介侪宗教，贴合安尼新的知识，互咱台湾才会先能了解。所以就是因为学着白话字，较有机会有摕着即个锁匙，较有可能把过去互暗藏起来。毋知影讲1947年就互失踪，会安尼即个林博士，原来你会写遮侪文章，我想。你一定是读介侪册，嘛是足爱和人分享你的想法，就像你的先生巴克利博士安尼，所以讲嘛真欢喜会摕到这个锁匙，摕到这个台湾白话字的锁匙。虽然讲你1947年就去用消失，互人失踪，毋过因为你是写介侪文章，安尼互人保留起来，所以讲阮会使了解原来你是安怎的人，你安怎想。虽然讲你已经无离咱的世间，毋过你的作品有留落来，继续替你讲话，继续甲咱台湾的讲话。今年是75周年，迄个228，即个大屠杀的75周年。意思就是讲，75周年之前呢，林博士你就安尼失踪啊。毋过，就像拄仔讲的，好佳在。咱有白话字，咱有罗马字，甲台语，甲你的思想留落来。这互我想着讲，法国有一个学者，伊嘛是进前是殖民地出世，伊咧想讲是安怎，咱家己是迄个乌，就算是乌皮肤的人，是安怎要抵即个白人的即个小几啊壳的。咱台湾人嘛是相共，咱家己有介侪种放介诚好的即个本土的语言，是安怎要甲即个殖民者甲咱天气的字伫甲留下咧。咱会使有介侪无相共的字，咱会使甲咱家己的历史刻倒来，嘛会使甲咱的语言刻倒来。所以讲，林博士，我会真拍拼继续读台语，当然嘛有希望讲会使甲我读的客语啊，甲其他的台湾本土语言好好甲学起来。请你互咱大家一个祝福，多谢大家共同拍拼，使之能。谢李真你即摆到伫现场？敢要甲麦克拍开啦，大家爱说说一下。大家好。好，谢感谢你。喂，多谢。还是还搁伫台湾咧防疫？无，我人即马伫法国嘿。好，你拢在做迄个驻村的即个艺展吼，我有看到你的 Facebook 吼。哦。好，安尼真感谢吼，我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袂当互你讲伤久吼。好，安尼感谢你。好，咱第三位吼，咱来请即个台湾的一个文艺创作者，
伊叫做丹路吼，伊要现场来和咱回应。请。大家好，阳光乡好，迄个头台先就是感谢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邀请我来回应单位老师，嘛迄个多谢方辉老师甲我邀请。好，我想要分享一个画面啊，安尼哦。知影你大家敢有看到？有。好，就是这是我，因为我惊讲我毋知要讲啥，所以我就直接写一条这个念歌吼来回应单位老师影片啦。毋过就是头先我想要先感谢这个阿关吼，随时台语社阿关甲迄个周定邦老师，因为有阿关的读册会，才有法度。互我有机会会当来读陈明林老师台湾念歌集，阁有单位老师的即个作品，互我有开始有即个勇气，当开始写即个创作台语文的创作。其实我嘛是呾学台语文到呾敢若一冬外尔。毋过就是想讲会使写着罔写，就直写安尼。好，安尼我就甲即条歌读互大家听。1945迄一冬，阮阿公对日本倒转来，少年情目帝国爱，阿嬷求神才通活落来。帝国走了猪仔来，祖国美梦无疑猜，行旗办道满期待，毋知衰神乌北来，东半劫收甲迫害，社会民生真凄惨。侥幸单于有前例，中国四界来乌西。日本时代捌来台，为要走私好康代，臭头甲伊有交结，垃圾文化随着来。台湾理想甲愿望，支那拆食总落北。日本建设甲资产，全分因壳仔内。台湾勇健的囡仔，有知识的带头人，拢总掠起来甲枪杀。犯罪理由拢免写，交结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性探台湾，是非价值招拍歹，甲人检举当好野，公报私收污名单，加入青天白日党，做官趁钱免烦恼，要做高等交易人，喙齿着爱挂互长，洗脑挂记咱北来，堂堂正正中国人。到今已经75冬，咱喙齿敢有接转来？头壳内底想啥代？正义是非的价值，敢有基本的认捌？言论自由真要紧，改写历史敢会用得？转型正义真缓慢，文化反抗袂得等。济前辈甲幼稚，拍拼贡献来牺牲，各位兄弟甲后进。就爱继续吹落去。台湾还袂有公义，独立建国好味是，怀做中华的努力。中国政党解散时，咱台湾人就出头天。228是咱共同的记忆，6月是咱反抗的日期。游行的脚步加强台湾人建国的意志，执行转型正义，踢破殖民政权的后社会，建国无成，殖民袂结束。中国政党无倒无改善，社会无法度有真正的正义是非。台湾武语无建立国家战级辅助单位，无真正的语言人权。咱爱继续行，直到台湾正义实现的迄一天。好，我就读到这。多谢。多谢，多谢丹咯。我敢袂当问讲看你今年几岁？我是1980年出世的。1980年。年尾出世的。感谢你。我本是你即个面册看到你的文章感谢。咱后一位，咱嘛是要请一个台湾的即个少年一代的艺文工作者
何兴师来甲咱分享回应。好，我你请。好，何兴师。你好，大家好。兴师伊是即个消息报你知的是局的总监，伊过去嘛捌伫即个好消息电台咧做即个影音的工作。其实我是拄好伫咧解严迄个月出世的，但是自细汉其实厝内底拢无啥物咧讲有关228，也是讲有关也是恐怖的代志，甚至会当定定去感受到因无愿意讲一寡政治的代志、社会议题的代志，要问嘛是问无，甚至会叫阮袂使讲。我敢若会记哩，自细汉阿公会叫会挂伊一件代志，就是阮对学校转来时阵，因都会甲阮骂讲：恁做台湾人，煞无要讲台湾话，煞无要讲台语，恁安尼是毋对的。伊后壁就会拢错一寡足歹听的话。对我来讲，迄是一个真无好的感受。我嘛无法度理解伊的坚持，甲伊的迄个生气是安怎。到大汉以后，差不多国中的时阵，课本对228嘛，敢若几逝字，讲是因为检查讲走出的分煞掠出来的一寡代志。这对我来讲，嘛是无法度去明白讲到底自头到尾是安怎的状况。是一直到大学的时阵，拄着无共款所在来同学也好，或者是老师，因开始会讲哦，因对许多人遐听到啥物，或者是老师会分享讲，对历史来讲，伊看对音乐的艺术这方面的历史来讲，台湾是安怎去互人糟蹋，才知影讲，这个记忆是安怎遐尼重要，而且家己的母语嘛是遐尼重要，是袂使放袂记。等到我迄时阵开始知影讲，这个代志我嘛爱家己去记录掉，嘛爱家己去找找。转到厝，因犹原是无愿意讲，甚至因佫会继续讲，你出去袂使去甲人问这个物件，迄是真危险的。我才知影讲，所谓的因讲过去根本就无过去，因为因抑佫活伫迄个压迫，甲迄个惊吓内底，所以对我来讲，迄是佫较感觉悲伤的代志。但渐渐出社会以后，开始做工课，或者是甲朋友去接触佫较侪，针对台湾的民主，针对台湾的即寡社会议题，才知影，才佫看到佫较侪比我佫较少年的囡仔，甚至有国中、高中的囡仔，因是对这个议题，因是咧拍拼，嘛是咧努力，想要互佫较侪人针对咱真正有关台湾的这个历史，会当生根伫咧咱的心内，因为到安尼，咱真正才会当认捌咱属于咱台湾人的历史，互咱真正成做一个新的台湾，真正成做一个有咱家己文化、咱家己历史，而且袂当放袂记的历史。所以，我是感觉针对老师，单位老师伊上尾嘛讲，对这个记忆，咱会当讲，而且互伊渐渐开花结籽。以上。多谢何兴师你的分享咱刷来佫一位嘛是为台湾来是台湾少年一代的即个音乐工作者伊嘛是亲子共学团的讲师伊有为咱准备一段影片咱即马先来放伊的影片等下伊若有现场请伊来甲咱来说一下。各位先进，各位
同志，大家好，我是陈乃嘉，我今年35岁。28的，相信对不遮济少年人来讲，凡事会甲当做敢若是一个会当休困的日子尔。啊，毋过吼，对一寡老大人来讲，迄颠倒是一个想起来会真痛苦，毋愿讲出来的记忆。我是一个高雄囡仔，自细汉我就捌听阮老爸讲过，讲旧市政府甲乡中伫228的时阵，有真侪人伫遐死去。啊，毋过迄阵我原来毋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代志。大汉了后，才知影原来我的故乡有一段遮尔伤心的过去。其实高雄市是全台湾第一个互中华民国军队镇压的所在。上时的高雄市政府，就是即摆咱看到的高雄历史博物馆，就是迄阵军队用武力来镇压的第一现场。伊当阵中华民国政府，主要就是去攻击乡中甲火车头的人，伫高雄四界乌白开枪。即马咱当咧举办的，就是伫爱河边，即马咱拢会用看到足水足水的即个元宵节的灯会作品。其实，迄条爱河伫迄当时叫做高雄川，迄阵规条爱河拢是尸体，规条爱河的水拢变成红色的。当然，即马咱真简单就有法度去找到足侪史料，但是迄敢是客观完整的事实，阁是后代人为倒一种的角度的史观去开帖的。希望各位朋友会当斟酌去思考。228的事件，甲后来的几十年，互台湾失去了规个世代的精英，嘛互大多数的台湾人不再讲话，已经离开的人无法度讲话，啊，搁伫的人变甲毋敢讲话。伫即种威权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无放弃，一代搁一代的台湾人。为着民主，为着自由，继续打拼。伫高雄发生的桥仔头事件、美丽岛事件，拢是台湾走向民主化最重要的过程。毋过想要真正脱离威权统治的围堵，我想咱需要真正去和解、转型，佮用教育等等的方式，爱坚持坚守民主、自由，是袂当交换的价值、信念，来去保障人权。讲真实的，因为民主是有可能倒退路的，所以讲威权可能会重来。若是要避免较早的这种悲剧搁发生，咱就要甲人权这个意识内化，成做咱台湾人民的 DNA。咱会当毋免永远扣分，毋过我想要鼓励大家三甲来了解咱台湾咱在地的历史。咱家己的故事，为着争取民主自由，咱的先辈已经行过足侪苦难，最后，期待台湾会当永远成做一个民主、开放、自由发展的新国家。我相信黑暗会过，天嘛总是会光，心内爱有愿望甲爱，咱台湾人
台湾水牛的精神，才会久久长长传落去。多谢，多谢哪家，你敢无伫遐？敢要开麦克，甲大家来说述一下。听你的分享，感觉真感动哈。就是讲咱少年的一辈，若是还阁毋肯放弃，无放弃继续咧打拼。所以咱台湾人的出头天是有望的。哪家你讲伫遐好，安尼无。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哪家？我即摆人伫咧台北，虽然我是高雄人。感谢继续拍拼。我知你是一个音乐人嘛你嘛有出版一寡作品，敢是？有较特别就是我有甲一寡台语歌手，就是较早甲你台语歌手，亲像记录下等等，才先摆做伙合作过。即马其实嘛有真侪即落新一辈少年辈的台语歌手，足拍拼咧做咱的台语歌，新的台语歌。而且我嘛有一个台语的亲子共学团内底，因为我即马有一个未3岁的囡仔，我自伊出世了后，我拢是甲伊全台语讲话。其实有一阵安尼的爸母咧做即款代志，就是敢若甲囡仔讲台语尔，阮足拍拼，想要甲台语即个珍贵的文化，即个文化资产甲传承落去。希望台湾其实是一个是咱的宝贝，咱的台语是尤其是伫即辈，其实是足真罕有人咧讲，有法度讲甲练得，所以阮着尽量甲即个语言甲传承落去，安尼。多谢咱迄个今仔日纪念会主题是按即个为即个以前的记忆到台湾精神，看到咱即个少年人有咧要义，咱咧传承咱的母语文化安尼咱就是感觉讲有望望所以咱即摆时间已经晚咱来请即个 Houston 的周建佑来甲咱宣读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228届75周年的宣言伊读了，咱的会就正式来结束若有要搁留咧，咱会当搁留伫线顶来开讲无来请建佑。好，第75届228届台语文草根运动者宣言。228，咱少年失去的亲人，也少年因为228失落去的子、生命、甲台湾文。外来政权的语言屠杀，杀死台湾国语族文化，真侪失语症台湾人带着撒谎病症，失去自尊心甲自信心，使用加害者的语言纪念228，正做延续屠杀台湾本土文化的基础。纪念228屠杀75周年，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发表以下宣言。希望引起台湾国人对台湾本土语言文化转移正义的重视。第一，过去外来政权的语言文化屠杀，已经造成台湾国语族文化传承的危机，需要马上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语言平等的精神。第二，要求台湾政府推动语言文化转型正义政策，提高推行台湾台语的艺术，甲其他母语平等。第三，阮愿意对本身做起，伫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公开正式的场所，尽心尽力的使用族语。好，感谢。咱今仔日咱的正式的这个纪念会就到这结束欢迎大家继续留落来伫遮开讲。